也台语咯，亲子乐团最近又推出头一出台语的歌舞剧，昨昏就走去新北市的文德国小表演，有好听的台语歌，也啦台下囡仔嘛拢对咧唱，对咧跳。 演员用台语囡仔歌教早甲学生小照问，嘛和学生互动做主管回收，这拢是校园内底常看到的生活场景。这是台语路亲子乐团头届推出的台语歌舞剧《七彩的秘密心愿》。伫咧戏剧内底加入真侪乐团创作的台语囡仔歌，有较早摒扫和轻等等。而是伫咧新北市文德国小演出，有学生讲真介意这个台语歌，校长嘛表示透过歌舞剧接触台语，见地嘛愈深。 干嘛？你看到上欢喜的是倒一部分？我喜欢的一部分就是唱歌，趣味就好听。透过唱跳啊，就能够学到囡仔记伫咧头壳记足久的。其实台语的学习啊，透过一些生活化的活动，对囡仔来讲是最重要的。 伫咧故事内底，一个主角虽然爱画图，却唔敢画家己，毋过有朋友陪伴甲引带，伊豆豆变较有自信。台语路亲子乐团表示，因创团以来累积真侪台语囡仔歌，为着要互囡仔在定正式的环境，进一步对台语有兴趣，透过音乐和舞蹈，乐团希望互囡仔伫咧戏出当中，若听台语嘛学会晓欣赏家己。阮的歌本来就是真生活化，就阮有摒扫，摒扫 party 内底就是咧讲摒扫的代志，真侪囡仔，头有看到讲，阮台顶的演员咧唱的时阵，台下嘛是有对咧唱，其实伫咧边看拢感觉介感动啊。台语路亲子乐团是一定坚持要和囡仔讲台语的爸母组成的，为着要推广台语，这出歌舞剧率来会伫咧新北图书馆、桃园图书馆，也有台中国美馆公开演出。未来会录制影片放伫网络，互有心要学进台语的家庭和学校有愈侪会使运用的资源。记者卢尚如、郑俊尧新北报道。